大家準備好未？雙腳分開，要同膊頭一樣咁闊，雙手扶穩椅背。3、2、1，起動，扶椅踏步，輕鬆咁踏步。我哋挺起胸膛，眼睛望前邊，記住要保持自然呼吸。初學可以揾人陪住一齊做。大家活動完雙腳，我哋一齊做強化下肢肌肉嘅運動啦。雙腳分開，闊過膊頭少少，腳尖微微向外，微蹲強腿，微微踎低，上身微微傾前，pat pat 向後坐，好似坐凳咁。我哋會重複做8次，大約保持5秒。唔好踎得太低呀，膝頭亦唔好前過腳趾，要留意膝頭唔好向內或者向外，要同腳尖同一方向啊。動作唔好急，要慢慢嚟。如果呢個時候你覺得大腿有啲攰，正常嘅，但係唔應該令你太辛苦或者覺得痛。呢個動作可以增強腳力，保護膝關節，等你行路都穩陣啲啦。下一個係腳尖企，雙腳拍翻埋少少，同膊頭一樣咁闊，腳尖向前，腳踭盡量趌高。我哋會重複做8次。好，放低腳踭，繼續跟住我哋做啦，大約保持5秒。你會覺得小腿嘅肌肉收緊，雙手扶穩椅背，挺直腰背，對眼望住前邊喎。大家記得要保持自然呼吸，唔好忍住道氣。呢個動作可以強化小腿肌肉，行路都行得快啲啦。仲有1次咋，腳踭盡量趌高。跟住落嚟，我哋做左右提腳，雙腳輪流向外提起，腳板少少離地。我哋會每邊重複做8次。好，轉另一隻腳向外提起。記住要保持自然呼吸，做得好，俾心機呀！雙手扶穩椅背，雙腳膝關節保持伸直，你會覺得 pat pat 同腰部外側肌肉收緊噶。堅持住啊！要記住挺直腰背。呢個動作可以強化腳力，改善平衡，行路冇咁容易跌親噶。加油啊！挺起胸膛，眼睛望前邊，遞起隻腳，直至腳板少少離地就得噶啦。掂啊，差唔多噶啦，努力加油！左右每邊最後3次啦，俾心機啊！挺起胸膛，眼睛望前邊，留意身體唔好傾側。左右每邊最後2次，就嚟做完噶啦。記住保持自然呼吸，你得噶，努力加油！左右每邊最後1次啦，堅持住啊！好嘢，大家做得好，我哋完成啦！雙手手指互相緊扣，掌心轉向外，然後向前推直手踭。我哋會重複做6次噶。挺起胸膛，眼睛望前邊，唔好垂低頭或者縮起膊頭啊！手踭盡量伸直，每次大約保持10秒。伸展嘅時候，你會感覺到手臂有輕微拉緊。動作唔好急，唔好錯啊，要慢慢嚟，加油！繼續跟住我哋做啦，要量力而為，千祈唔好勉強啊！我哋而家做6次伸展，令到肌肉同關節都冇咁緊，減少身體受傷嘅機會。堅持住啊！要記住挺直腰背。仲有2次，記得要盡量伸直手踭。記住保持自然呼吸。最後1次啦，俾心機，差唔多做完噶啦。伸展完，大家係咪覺得手臂冇咁緊呢？而家開始做強化上肢運動，伸出一隻手放喺另一邊嘅膊頭上邊，另一隻手慢慢推手踭向後。我哋會每邊重複做6次，感覺到膊頭有輕微拉緊，保持住大約10秒。做嘅時候，手輕輕放喺膊頭上面就得噶啦，唔好用力撳實膊頭啊，條腰唔使跟住轉噶。我哋而家每邊做6次伸展，令到肌肉同關節都冇咁緊，減
減少身體受傷嘅機會。挺起胸膛，眼睛望前邊，唔好垂低頭或者縮起膊頭啊！要量力而為，千祈唔好勉強啊！記住保持自然呼吸。左右每邊仲有4次，記住要挺直腰背啊！隻手唔好用力撳實個膊頭，另一隻手慢慢推手踭向後。動作唔好急，唔好錯啊，要慢慢嚟。左右每邊仲有3次，加油啊！記住保持自然呼吸，要量力而為，千祈唔好勉強啊！有唔舒服就要停，繼續努力。挺直腰背啊！堅持住啊！每邊仲有2次，加油啊！做得好好喎，就嚟做完㗎啦！嗱，保持自然呼吸，唔好閉氣啊！每邊做最後1次啦，加油啊！伸展完，大家係咪覺得膊頭冇咁緊呢？準備好下一個動作，向側提手。繼續輕鬆咁踏步，向外打開手，手踭伸直。舉手嗰陣，手心向天；放低手嗰陣，手心向地。4、3、2、1，轉下一個動作，踏步打圈，握拳用前臂打圈，視線跟住手嘅方向。你哋喺屋企如果跟唔到拍子唔緊要噶，可以分開做手或者腳嘅動作先，做熟咗先慢慢手腳一齊做。好，下一個動作轉身拍手，轉腰拍手，出腳尖，返回正中再拍手。留意轉腰同出腳唔係同一邊噶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如果跟唔到拍子唔緊要噶，可以慢慢咁做噶。轉動作，斜角拍手，向斜角拍手，出腳尖。留意拍手同出腳唔係同一邊噶。雙手盡量向斜角拍手，腳尖輪流向前點地。之後嘅動作向前推掌，腳踭向前輕輕點地，腳尖向上，唔好將所有力壓喺膝頭哥度啊！推掌嗰陣，手踭盡量伸直，另一隻手握拳放喺身邊。要留意推手同出腳唔係同一邊噶。轉上下推掌，腳踭向前輕輕點地，一隻手向上推掌，手指向入，另一隻手向下推掌，手指向前。留意向下推掌嘅手同出腳都係同一邊噶。擴胸提手，雙手交叉拍大髀，一隻腳先向外踏步，拍翻埋隻腳，再向外踏多次。手踭向後拉嗰陣時，一隻腳向外踏，再向斜角打開手，同一隻腳向外踏2次先轉腳。轉動作，提膝拍腿，提高膝頭，一隻手拍大髀，另一隻手扶凳，以保持平衡。提高膝頭嗰陣，腰背都要保持挺直，要量力而為，千祈唔好勉強啊！下一個動作，舉手提膝，提高膝頭，一隻手伸直舉高，另一隻手扶凳。記住提高膝頭嗰邊隻手要扶凳啊！
舉手嘅手踭要伸直。轉下一個動作，向側提手。舉手嗰陣，手心向天，慢慢吸氣；放低手嗰陣，手心向地，慢慢呼氣。如果大家跟唔到唔緊要噶，繼續慢慢踏步就可以噶啦。最後一個動作，擺手踏步，好似跑步咁嘅姿勢，輕鬆咁擺手踏步，慢慢放鬆，調整下呼吸，用個鼻慢慢吸氣，個嘴慢慢呼氣，等身體逐漸平復，慢慢減少踏步嘅幅度。好嘢，我哋完成啦！叻喎，完成晒所有動作啦！大家繼續踏步，直至到唞翻順條氣，之後可以做翻伸展運動啊！做完運動記得飲翻適量嘅水，補充水分。